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31078例本土病例，病例数比顶礼拜是增加1成1，已经有淡薄转好。94年厝的囡仔爱做一档兵，国防部的研究，大学读3档，做兵做1档。有校长是讲，伫歇寒歇落爱收学分学生的真食力。新北市邦桥有警察赛车无让学生啊过车路，引起批评。海事分局表示，这警察已经记成改处分了。新北市来看，过来今仔日增加31078例本土病例，有433例带病入境，45人死亡。1月7日，对中国入境的旅客验出有17.9%阳性确诊。另外，因为伫要过年咯，指挥中心嘛呼吁民众把喙安、快筛等防疫物资传好好，嘛呼吁民众爱赶紧去注新配方的疫苗。来听指挥中心第部上届新的说明。31078例，那境外移入有436例，另外死亡个案有45例，较上周四增加了3275例。那也多了11.8%。这1141位里面啊，阳性数有204位啊，阴性数有937位啊。那我们的阳性率是17.9%。好，那随着这个个案数的增加，我们的目前的专责病房也有开设情形也有增加哈。那总共的全国的总床数是专责加负压是来到5236床，空床率是还有一半以上哈，有2800多张的空床。我们在1月20号就要放假了嘛哈，那这2个礼拜的时间哦，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预先备妥这个适量的这个防疫物资，然后主要就是这个家用快筛。那如果说在过年期间，可能药局有一些会休息哈，那所以建议大家在这未来的这个2周，可以拿健保卡到这个实名制的这个药局去通路去购买，还是鼓励大家在春节之前哈，那尽快能够去这个接种我们这个次世代的这个疫苗哈。疫情的摊销哦，这2天咱国内病例拢超过3万例，昨境外一日有541例，是疫情3档来上济的记录。有专家是认为讲，疫情的反复主要是因为又有变种病毒，另外嘛可能是天气变冷，又个年尾咯，大家聚会食饭的机会真侪，拢无挂喙安，还好胃着病哦。因为伫要过年咯，真侪人拢会返来台湾过年，专家嘛建议民众着爱赶紧去注疫苗。新冠本土疫情持续升悬，测试礼拜3新增加3.3万外例，是去年11月以来的新高。境外移入个案是大幅度增加541例，也创下疫情3年来新高纪录。有专家是讲，疫情严重有2大原因，第一就是变异株出现，另外一个是天气变冷，国加年终买月食饭餐会多，不少人用餐无挂喙安，拢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一个是变异株出现，另外一个因素是天气变冷了。因为在天气变冷的这段时间呢，几乎所有的呼吸道病毒的发生率都会提高，因为这些病毒的传播在冷天气里面传播力会比较强一点。另外，有专家认为，虽然感染的人数升悬，但过确诊甲重症死亡已经是无真相关。国内轻症患者占9%，这代表大部分的人拢做过疫苗，也是捌自然感染，有相当的免疫力。这也是甲病毒共存的过程中，病毒渐渐流感化的证明。死亡人数可以说是来到新的低点，大概目前呢，每100万人的死亡人数大概是只有1.2位左右。相较于我们在今年5、6月份的高峰，我们每100万人的这个死亡人数是8.2人，所以已经剩下过去的1/8。专家提醒，农历春节伫要到啊，聚会活动增加，也有可能有海外亲友返来台湾，甲无共病毒株带入境。建议厝内若是有长辈，也是高风险族群，还未注对家舍的人，捌感染已经治好满3个月的人，拢应该赶紧注次世代疫苗，通增加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委的补选，这礼拜日特别投票，昨晚举行政见发表会。民进党的吴怡农是批评国民党的王凤楣伫选举的期间一直抹黑白骂。今仔王凤楣嘛回应讲，政治人物讲话就爱有证据哦。吴怡农嘛佮问伊讲别人是脓包黑道的咖喱红仔，敢讲这算是讹了吗？
来力挺王宏威，拜托拜托。拍拼拜票争取支持，台北市立委补选剩差不多3天，初五透早各候选人继续加强力战。不过对着民进党高宜农伫初市政见会顶头一直批评国民党王宏威乌白马人又搁抹黑，王宏威反击要求政治人物讲话要有根据。那他到底能不能指出具体的一点，我到底哪里攻击他啊？那我觉得所有的政治人物就是说话一定要1分证据说1分话。王议员是否认为脓包是一个赞美？王议员是否认为说我黑道傀儡是一个赞美？这些都是他自己说的话，在他自己脸书写出来的字。若是副总统赖清德口说王宏威才当选议员，摕了1票30块的补助款，无偌久就走去参加立委补选，吴怡农骂惨落，爱选民思考这款的行为敢有负责任？他立刻在就职的同时去参选另外一位职位。那选民们是否认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这最后要交给选民来决定。他找来赖清德未来的民进党主席来站台又是做这样的攻击，请问吴怡农先生认不认为这是模糊焦点，还是他要采取双标呢？双方一直对骂，不过拜六的选前之夜，高宜农无要办传统的造势活动，要伫花圃甲抓风车剧团合作，无要办造势晚会。王宏威是伫迎车花园会有头人造势，展现党内团结。记者欧良、郭俊霖、张主家台北报道。再来看检方侦办台南市正副议长选举贿选，议长邱丽丽、副议长林志典等6名议员交保，前民进党的中执委郭在钦、高中人杨志强，互法院申请羁押。羁押庭伫昨暗11点外决定讲，郭在钦互收押禁戒，杨志强是互放出来。来到台南市议员林义定的服务处，人无伫遮，原来伊阿爸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涉入议长贿选案，到当也未告案。那个依婷有在办公室吗？依婷去会看。除了林树杰，检方申请羁押前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佮有烟山国际开发公司总裁杨志强，经过30多点钟的精神调查，初时深夜11点外，法院裁定杨志强请回，当庭释放。议长选举都会监控的嘛。交互中间联系的电话中间有提到我还是怎么样，帮忙厘清了一下这样。杨志强背回家己无特别支持倒一位议长人选，因而互超出的800万现金要用途。绝对没有这回事，绝对没有这回事。国前议长也跟我是好朋友啊，买一块工业地要给斡旋金的，他们放了我都不知道，这样比较好，现金嘛拿进拿出。安全一点。就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因为林树杰无告案，获裁定收押禁见。法官认为，依据羁押申请书所载证人证述、通讯监察译文等证物，主任其有妨害投票自由之犯行，涉犯刑法第142条第1项妨害投票自由罪，犯嫌重大，且其所述与部分证人证词歧义，又有共犯未到案，有事实足认有与共犯证人串证之可能。不过，检方也针对杨志强无报撤回裁定提出控告。审判检察官将会补强证据后，尽快提起抗告。地检署呼吁林姓被告尽速书面说明，以厘清案情。因为检调怀疑郭在钦疑似主导议长的选举，透过杨志强甲林树杰联络议员。如今关键的林树杰也未告案，检方也签股票要甲伊具体。另外，郭在钦涉入台南客家88층的抢劫案，检方会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财政部去年超收4500亿的税金，行政长苏贞昌昨公布讲，一个人要发6000块的现金。桃园市长张善政是认为讲，税金名义是好代志。另外，桃园的地方分配款中央会当补助50亿。张善政嘛讲，会用伫老人4节的礼金，提供各中小学免费的营养午餐，幼稚园大班免学费等福利政策。桃园市长张善政透早参加国民党团总调交接典礼，所来参加议会第3届第1届临时会。这原来是张善政上任以来头一届进入议会备询。原来有好消息，财政部去年税收敲定4500亿，初步估计通会当分配到50亿，预估春节前会当到位。会大先用伫市长张善政的老人4节礼金，各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大班免学费，也加幸福里程30公里等4大福利证件。刚好有这一笔进来，可以解决4大福利证件的裁员筹措的困难。
明年的预算呢，我们的张市长一定要努力的来想办法，或者是要对我们的分配款要更加的妥善的来利用。张善政表示，四大政见拢总需要36亿，剩内的14亿会依照施政优先顺序分配伫政见方面，原来会机动检讨。若是128政策，交通局也收集通向往回上北的交通票证资料，来评估通勤月票的需求数量，也加所需要的费用。议员认为，分配款运用爱透明公开，让大家清楚款项流向。那刚好，我想中央拨下来这笔税金哈。对于我们将来去落实我们政见，绝对有非常正面的帮助。我们会把每1块钱都非常非常的重视，用在刀口上。针对超收税款，中央决议发放6000块，张善政是批评中央的政策反起反倒，讲到民众对税金超收是有期待。一个开始讲无要发现金，后来讲搁发现金，伊认为顺应民意照做是真好的。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大学校长会议今仔开始连续2天伫高雄的一所大学来举行，因为明年开始，民国94年出世的查甫囡仔就爱做一档的兵。为了减少对就业的影响国防部嘛研究3+1的政策，大学读3档，做兵做1档。也毋过，大学校长是认为讲，大学读3档就表示讲，校寒校热拢爱去修学分哦，确实会当有一寡较长久的做法，大家会当过来讨论。义务役确定要延长到1年，要安怎让役人兼顾学业甲就业呢？国防部建议大学4年完成做兵，配套包含放练学分上限，利用寒暑假授课。中国医药大学校长洪明基认为，会当看校系来做应变。看那个属性啊，有一些科系是会安排寒暑假会要实习对不对？那些科系可能会被稍微 difficult， 但是有很多科系是可以这样做了。世新大学校长陈清豪强调，大学会尽量配合国家政策，不过亲像授课稳定度、共班的查某学生要安怎分流学习，这拢是执行上的挑战。在过去，公立大学大概没什么问题，但是私立大学就会有一点小问题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寒暑假修课是另外收学分的，学校也会进来的配合没有错，但是这里面就要我刚刚所说的，我们的配套必须要做得完整了。因啊，中央大学校长张景阳认为，即马早已经是终身学习时代，改变毕业年限的限制，让学生个人安排会当有春秋的空间，家己去规划要安怎衔接。不一定说只集中在寒暑假啦，也不一定是说我最后1年啦，也许我在中间就去当兵啦，然后再回来，其实会变得很自然。好，所以既然是国家政策已经是延迟1年，我们就要每个人的思维就可以打开。今年一度的大学校长会议，因应着兵役延长，大学要安怎来应变，并无伫咧讨论议程顶头。不过校长拢认为，真侪细节行政顶头会当解决，大学会配合国家政策。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国防部嘛搁在针对这边开放做1档来开记者会说明，针对敢唔当提早入伍，搁提早入伍这边搁有薪水的问题哦，拢有详细的说明，那么做伙来了解。义务役开放1年役期，国防部敢若剩1年的准备时间，明年就要正式实施。外界谨慎看待，这届兵役改革大幅度调悬役人的薪水，月薪26307块，实际是领20320块。按国防部初5召开记者会指出，必须完成1份才会当领到2万块，代表入伍训练8礼拜，这段期间月薪敢若1万外。他入伍集训之后，他取得了一个专长的证书，他变成说可以领那个专业加级是10190元，所以是他结训拿到证书合格证书下部队之后，他所领的才是20320元，这是有阶段性的一个领跟条件性的一个发给的方式。若是役男分发到外岛还是偏远地区，国防部表示，同款原来有薪资加级，不过经验比志愿役较少。另外，兵役开放1年，比较现役部队纳入实践化射击训练，搁投入部队演训，也有望操作标枪飞弹、刺针飞弹等，才会伫乌俄战争精准击到反装甲武器。不过，因为属有高阶专长的武器，引起外界质疑，这种的役期长度无法度培养合格的标枪飞弹兵。那标枪飞弹概率要实施4周的训练，那同样的，他的部队里面会持续用模拟器的方式来增加他的一个训练的强度。那最后要做实弹射击化，我们会结合年度的武器射击的流程来做一个射击的训练。
专动署指出，这受过高阶专长训练的义务役，退伍了后会按照军种部队的需求，分配到适当的部队接受教调。另外，有学者建议，会当遴选优秀的义务役去美国受训，提升战力。专动署是回应，会谨慎评估，列入参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顶礼拜二的早起7点外，有警察开巡逻车经过新北市邦桥，互看到讲冲甲正紧，都无让囡仔过车路，画面嘛互铺伫网络顶头，引起真侪批评。邦桥海山分局是表示讲，已经记赛车的这个警察一届的薪届，上最会当罚3600块，卖来加强警察的教育训练。警车穿过巷仔路口无青红灯，小看大东啊主干道无车，直接转弯就通过。两个细汉囡仔伫边啊，迟迟唔敢穿过斑马线。小朋友上课，不能让他们先走啊。少数就是有一些年轻人哦，像这条巷子，有的骑机车很快，那倒是有。如果这样子过去，这样子应该都会礼让啊。车无让路人，附近店头讲是少数，啊，毋过公务车抢通过，这行为被铺上网，已经引起批评。代志发生伫新北市邦桥汉城东路甲长安街的巷仔口，警方表示，顶礼拜二早起7点外，驾驶员警无用出勤，啊，毋过无让路人，确实有疏失，已经处罚。核予驾驶同仁申诫1次处分。那另外针对本案，本分局将持续加强教育训练。不止比起新界一摆，驾驶员警也违反道交条例，最近确实依法被开单，相关应罚3000人。只是台湾交通进程都被 CNN 点名，亲像人工练钢。这摆就连警察也无守法，国内交通问题想要转好，恐惊还有一段路要行。记者综合报道。咱国电子业的出口产值已经连续3个月拢衰退，中华电信所嘛提出警告，讲台湾今年头一季受到美国对中国半导体晶片制裁的影响，恐惊会衰退9%。去年第4季大规模往国内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负成长，财政部拜六要公布去年12月进出口数字，也无法度避免连四乌。CRIF 中华电信速度示警，今年台湾出口单恐惊落甲4350亿美金，甲4525亿美金之间，衰退幅度落伫5%到9.1%之间。因为伫美国对中国半导体晶片制裁影响之下，电子零组件甲自通信视听产品的出口会进一步向下骹探底。11月的这一个内需是衰退了超过5%来看啊，那今年第一季台湾对中国大陆特别是在这个电子零组件以及资通讯产品的这个衰退，都可能会出现一个持续扩大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大概预计2023年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衰退会在5%到8%之间。在美中晶片大战之下，已经让台湾甲南韩半导体业者出口受创。FED 去年一件升利息，也让美国将近70%大型机构也认为美国经济衰退都要到位，有期联准会会伫第2季停止升利息。不过，为 FED 12月第6会议记录因看到官员强调抗通膨决心，表示4摆升利息3码了后，转做升利息2码，无代表委员会对达成稳定物价目标的决心减弱，也无认定通膨咧等好。当美元或者是美国开始升息，对美国的家庭来讲，譬如说像手机啦、笔电啊、脚踏车等等这些非必要性的消费产品呢，有很多就是我们亚洲国家那个出口的主力啊。美国升息的时候，那个第一波影响到的很可能就是它的进口产品。到底 FED 什么时阵才结束强力升利息？学者认为要观察2指标，也就是美国通膨数据落破5%以下，加美国失业率超过5%，安尼才有可能让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甚至出现降利息，全球景气才有慢慢复苏的可能。台湾出口才有可能成长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邦桥不酒合宜主体传出过年前厝税向起价，本地一平320块，起到一平547块，一个月贵要5000块。佮要求讲无同意的话，爱伫2月19进前搬厝。厝主李先生公司是强调讲，即届起厝税主要是租约5档后第2阶段的租金，计算是依照附近税厝行情的8折来计算。
新北板桥蒲洲合议主题传出农历年前雄雄起出租，和一寡承租户讲，这个年真歹过。涨租金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觉得有点压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会涨到500多。对啊，那你这样子1个月就增加5000多块，就是3房涨1万了啦。啊，这谁付得起呀？现在又想办法找房主搬家。根据了解，内政部营建署14年前因为大台北都会区房价甲租金收入大起，选伫板桥杀出合议主题，9月由日盛兴建设公司得标，除了卖主题，也有拢总446户做出租使用。启用了后，第一阶段一平的租金是320块，因为合约到期，第二阶段每平的租金竟然起价547块，每一平调悬7成左右。以23平的租金来计算，等于是每个月至少加开5000块的租金。对这代志，厝主日盛兴是回应，出租规范第一阶段拢有按照定价租金来计算，第二阶段的租金会依照当地附近出租市场行情拍8折计算。不能只是说，租金的设定只有看市价，而是应该还是要回到，就是我们房客一般的负担能力水准来做调整，会比较适当。民间团体是呼吁，营建署应该介入协助调降租金。虽然日盛兴是讲出租条件已经是当地区域上界优惠的社会主题，不过也是有承租户未堪得起价，讲要伫2月底前搬厝。记者综合报道。去年10月，台中有一个业务员洪台死，台中地检署张正杰表示讲，这案有合国民法官法的相关的规定，所以今仔早起移审台中地法院，真做是头一件交予国民法官审理的案件。国民法官今年正式实施，台中地检署测试正结审5个业务员杀人案，因为符合故意犯罪因案的发生死亡结果，采过移审台中地方法院，真做全台湾头一件国民法官审理案件。今天上午10点，台中地检署有向本院起诉一件国民法官法适用之案件。检察官所起诉的案由是刑法杀人罪，刑法第271条第1项之罪，所以依法应该由国民法官法庭来审理。20日回审的男性甲姓氏的男性，拢是台中一间直销商的业务，两个人因为工课抢业绩起冲突。姓的男性去年10月20日暗时去到姓氏的男性住的所在理论。双方吵袂平，一个用着牙刀扑对方几60刀，落尾对方是送病院救无回来。台中地方法院表示，按照国民法官法，除了少年刑事案甲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案件之外，经过检察官提起公诉，并且由地方法院管辖的第1审案件，只要符合所犯上轻本刑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是故意犯罪因安尼发生死亡结果的案件，就符合国民参与审判。国民法官爱满23岁，而且伫地方法院辖区连续待4个月以上，有受过国民义务教育的本国国民。国民法官是要由合议庭的法官，再依照国民法官的程序，他会先进行准备程序，其后再进行所谓的国民法官选任程序。那依照选任程序，再选出6位国民法官以及1到4位的备位国民法官来进行审理。根据司法院2014年到2018年案件类型统计，当年大约有600件案件适用国民法官法。台中地方法院用电脑分案，由刑事庭的庭长担任受命的法官，另外2个庭员是陪审的法官。原来6位国民法官会透过选人庭书来选出来，一个爱1个月到2个月作业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国疫情的炭烧，也毋过官方公布初三只有新增加5件的死亡案件。世界卫生组织是批评讲，中国暗砍疫情。欧盟伫初四嘛表示讲，强烈鼓励欧盟的成员国对中国旅客要求讲，爱伫起飞前48点钟内底来进行体检，阴性才会当互因入境。北京的病院外口，救护车小煞载发烧的患者来，病院工作人员装出来要阻挡，无要互人翕。不二个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初三敢若新增加5个新冠死亡的案例尔。世界卫生组织个咧要求讲，中国伫认定死亡的标准有问题，也佫批评讲，这个定义伤过下。We know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all countries very often in recording hospital-related admissions and use of ICU facilities. But again, we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numbers being published from China
underrepresent the true impact of the disease in terms of hospital admissions, in terms of ICU admissions, and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deaths. 这是 WHO 的官员对中国最近处理疫情的方式做出上明确的批评。中国的疫情煞咧炭，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讲，上海的染疫率有可能达到70%。 病院甲火葬场拢已经要记载袂调，而且因为这个农历的过年都要到啊，春运的引爆农村还佫有城镇的疫情。这波的染疫关方恐惊出现伫1月的中下旬，就惊讲这个疫情佫再摊开。后面伫找是一场危机应变会议，以压倒性的多数决议，强力鼓励后面的成员国，若是对中国来的旅客，伫起飞进前48小时内就要做体检，而且结果要是阴性的。 同时嘛建议讲，来回中国的航班的人，拢爱挂喙罨。That's about ensuring we have our own immunity levels as high as they can be. And then we also propose a discussion on the need for pre-testing of passengers from China prior to departure. And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we saw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ountries are in favor of. À compter du 5 janvier, c'est-à-dire de demain, la présentation d'un test Covid négatif datant de moins de 48 heures sera obligatoire pour tout voyageur revenant de Chine ou ayant transité par la Chine. 事实上，欧盟成员国的法国、西班牙还有意大利已经大声针对中国人入境的旅客爱做体检。德国还佫咧观摩，也若讲欧盟以外的英国，就规定讲从初5开始，对中国来的航班，伫即个起飞进前拢爱做检测。也若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讲，中国。 因无要来提供相关的资讯，安尼对全球的疫情是一个隐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伫初4嘛宣布讲，从初8开始，对飞到机场的中国籍的旅客要做 PCR， 也是讲抗原定量检测。中国直飞日本的航班的入境者，嘛要提出48小时内 PCR 的阴性证明，同时嘛煞咧来限制来回中日航班的数量。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 来看美国消费电子展 CES， 初5伫拉斯维加斯举办，因为罗西亚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哦，所以禁止罗西亚的厂商参加。元宇宙的相关技术，嘛因为虚拟实境甲一寡体验的技术是愈来愈发展哦，已经有真侪商品化的应用咯。另外，愈来愈巧的人工智慧电动车嘛，真受到关心。咱做伙来了解。And let's go. Now wake up. Say hi to the big guy. Very good. You just have to speak to it, and the machine will understand what you want to do, and so it happens. 对声控7毫米到电动溜冰鞋。 Here you have a motor inside the wheel. You have 20 miles per hour top speed. Forward you can accelerate, and backwards you can brake. I just use the brakes to stop the skates safely, so you don't need to do, hard movements. 也佫有专利电极测脑波检测早期失智病症，含后摆免佫用手电、用光照就当来断定落来是毋是有成色。本届美国消费电子展，甲去年因为Omicron病毒来缩小规模，甲比起起来，这边的创新设计办配比逐英年佫较大版、佫较大胆。大会表示讲，今年有3200个参展商，超过预期，不是个俄罗斯的厂商，互人排除在外。Because of the Ukraine situation, we've advised them to shift to another country, and I believe a couple have done that. 各间厂商展出家己上新的研发科技，最近几年正做市场主要的议题元宇宙。伫本届会当看重利用虚拟实境的技术，带人来进入仿真的另外一个空间。相关的发展商机嘛更加明确。因若交通运输，亲像汽车配备作业系统，就亲像智慧型手机和笔记型电脑，需要心激系统、精神软体，办配会正做未来的趋势。即马来到后疫情时代。 不过，疫情的研发甲远距离的产品同款嘛会是焦点，包含加强评估健康状况和医护远端联系。另外，环保永续经营嘛是6大主题之一。淘汰塑胶、使用生物降低材质，拢会当看到厂商的研发科技，嘛无来袂记哩致力来减少碳排。公司新闻黄温玲编译。 过来消息咯，过来看3月份要举办的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原本是要伫新竹市立棒球场来进行热身赛，也毋过因为新竹干部处发现讲球场的排水有问题，佮伫地下挖着砖啊、废土、电线，加共是有152个欠点。新竹市长高虹安今仔开记者会宣布讲，今年新竹无要办热身赛咯。这水都没有覆盖。
甲棒球场内草埔乌开，内底有超过3公分的石头啊！应该是飞，不是？你看，我就说，所以我刚刚就说是不是怪怪的？另外一边，甚至阁挖到废弃的电线。新北市长高虹安宣布，目前新竹棒球场有积水、土壤、阁有废弃物等等的状况。短时间内恐惊无法度改善，所以决定要放弃申办 WBC 比赛。让场务专家来协助，确保这一次的修改的计划是真的能够让这个球场是可以用的，甚至可以打比赛的。我们确实都坦诚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做整个全盘的规划，我们并没有办法现在去承诺。但是国际赛事在这个3月的热身赛是确定无法举办的，因为土坝内底挖到砖仔角、电线等等的废弃物。高虹安讲会收集相关证据，送检调单位进行调查。有非常重大的偷工减料的这个罪嫌，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做移送。那至于说刚刚有提到的是新竹市政府之前的这一些承办的这些我们讲说官员也好，这个部分的话，目前是检调已经立案在调查，那也确实跟我们新竹市政府有开始调阅资料。旧的市府团队已经在去年甲新竹棒球场交予乌天厂商，即马出现重大的缺失，无法度营运，嘛无收入。市府刷来恐惊得处理违约的证据，厂商在施工过程中敢有偷工减料，甚至乌白拼废弃物的问题，嘛需要搁再厘清。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婚姻馆伫去年11月、12月停抽地下水哦。最近婚姻岛南有农民就向民代反映讲，因田需要用水，也毋过向农田水利署提出一寡办法，拢无回应，所以昨就有农民到水利署的岛南工作站有被捕条抗议。有着被捕条来到农水署岛南工作站抗议，有农民表示，最近开始进入一期调查的建造期。不管是种地还是其他杂粮作物，拢需要用水。但因为11月、12月配合政府停抽地下水，农民无水tan用到工作站反映，同款得袂到任何回应。半冬前就甲讲啊，到即当阵还袂甲清呢。现前要搁补啊，安尼我会烦恼啊袂，搁来雨期，对哦。我搁来，我也补咧，搁损失，我要找啥讨？百姓需要食水，你本来农水署你就是爱降水，互农民。要种植所用啊，这是天公合理的啊。过来，所有水利交，所有迄个责任产权是归农水署所有。本来你就要负责维护、负责水沟畅通啊嘛。地方民代表示，近期陆续接到岛南农民反映，希望地下水井会当在停水的期间，会当适时来开放，加上水利沟有沙塌掉的。会影响到供水功能，希望岛南工作站会当赶紧处理，但同款无得到答案。尽量能够配合我们的灌溉制度，然后在11月、12月我们会延长这个地下水的灌溉，但是到12月尽量就不要。那有一些像马铃薯，它必须要中间灌溉的，那我希望农民也能够整合起来，不要零星灌溉。就整合起来，我1个礼拜开1天或2天，这样就够了。农水署云林管理处表示，云林因为地质下陷严重，为了配合政府节水，每年11月、12月暂停供水，现在已经有开始供水。另外，所存问题，因为去年计划已经到期，今年计划期间还未开始，会先调派卡土机，这样铺车区段完成所存。以上云林报道。再来看台东县关山的公有市场已经整修2栋外，阁还未完工哦。大商只好继续伫临时的空地来做生意，生意是无介好。即马特别过年咯，大商是真无奈。大将林的店长是表示讲，会要求厂商赶紧来完工。伫关山镇天桥宫头前公家停车场，即马有菜市啊打饭咧摆搭，毋过这毋是因为特别过年扩大营业，这是因为关山镇的公家市场伫整修打饭，暂时安排伫临时货柜厝甲停车场咧营业。毋过安尼情形已经2年多，打饭正不满整修工程竟然拖这么久，生意也无好。无讲停车场加较好啊？没啦，没开。结果现在就是卡到没有车位，人家就不会来。
政工所表示，2年前因为公家市场设施区爱征收，甚至拄到疫情工程延后，去年佫拄到地动，结果受损，爱变更设计，才佫施工，这造成工程一直延前。不过今年一定会完工。经过了疫情，然后有一些延宕，延宕到现在，然后就是说预计112年，3月中之前3月底之前会全数完工。然后会把原本在外面所谓摆设的摊商会请他们回去原本的地方来做生意。店长表示，已经甲大环协调，会用好临时大会甲维持环境清洁，互大环营做生意。等过年了后，会互大环佫慢慢搬到市场内底，4月底进前就会恢复正常营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洲际货柜中心哦，今年6月份要启用，反正讲未来大货车会上过济，所以市政府按说要来拓宽中港路、沿海2路、佮沿海3路，互大车、小车分流。也毋过，护树团体就发现讲，到时阵会有2700多丛树啊需要移设咯，车道的规划是无介理想，呼吁市政府应该爱变更设计。空拍这条连接小港宁园的沿海路、中港路，全长7公里，有8线到10线道。市府为着降低高雄洲际货柜中心启用了后增加的车条，要拓宽着中港路、沿海2路甲沿海3路，设置货柜车专用道，说服护树团体明代质疑无合用，点出这个方案，就要刷2722丛的树，车道当中也是有客车甲货车混用的状况。最反对的就是大型的车辆跟自用车是混道的部分。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增加大家塞车的几率，而且是转弯的时候反倒是危险。重工业污染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屏蔽，那些粉尘什么全部都会被绿带挡掉，就你现在全部毁掉之后，以后大家骑机车就要吃这些重工业的污染。护树团体甲公民团体建议市府就要变更设计，但市府回应新的车道已经有甲大车甲小车分流，伫咧刷的这树木当中，有一寡嘛已经破败，也是树形无好，就要刷顶动。建议一届到位，才会当刷到合适的所在。多双向2个车道出来，必须要不得已去把那个树木下去做迁移，这也是为了要拓宽道路。3+1个车道，它其中有一个车道是专门是货柜车专用道下去做使用的。市府强调拓宽还有树木的迁移，拢是为着保障市民的安全甲周边的景观。专案已经送予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来审核过，无问题，未来改变设计。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特别过年咯，真侪民众会开始大摒扫哦，一寡旧衫的单调也是回收。高雄的做业就发现讲，经过许可的旧衫回收箱只有7个，也毋过伫福山里一里哦，都有37个回收箱，业者违法设置，佮无好好管理，嘛互社区的民众是真反弹。扭开旧衫回收箱的入口，民众等的衫还未落入去。高雄左营福山里每几百公尺都有一个回收箱，有一寡搁顶伫涂骹固定，箱仔顶悬都搭着环保局核准2号。但以这个拿小箱仔来讲，伊所在的土地是私人土地，根本无可能是合法坑的。一定有利润嘛？这个丢过去做什么东西？谁知道？政府有在管吗？根据里长了解，左营有7个合法坑伫地点，但当福山里就有看到37个回收的箱仔，少数是大楼管委会甲业者合作，但搁较侪是违法乱坑。袂少箱仔因为业者管理不当，衫裤满出来顶甲规世界，非常的垃圾。但卡箱仔顶悬的电话根本找袂到业者。经常放置的像垃圾都一样很多，然后我们的理事反映，那个电话打不动，他们大概是会多久来回收一次，或者什么时候，他们也没告知我们，不晓得嘛。左营区福山里这个核准设置旧衣回收箱，因为放置地点跟本局核准设置地点不同，本局已请左营区清洁队于前日派员移除完毕。辛苦把箱仔刷顶动，工作人员将放伫毋是核准地点的回收箱刷走。环保局表示，回收箱要以相关设置管理办法申请，放2档期满了，就要重新申请。若查到无核准就乱坑的回收箱，会依法刷走，嘛会派人加强巡逻，确保环境的清气。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
今年过年休困10天，高铁早起又搁宣布讲，春节除了进前开的加班车，会搁增加12列出加班车。另外，目前咱全台湾过年的饭店订房率拢超过5成咯，部分所在甚至有8成。也毋过因为之前受到疫情影响，即马卡手是无啥够。饭店的业者是讲哦，已经增加薪水咯，也毋过人共款是真歹找，所以真伤脑筋。详细检查摒扫房间每一个所在，疫情了后，房屋清洁工作要搁较认真，加上一直拢欠人，工作量是愈来愈重。今年春节搁多时间放了后，第一日长假各路需求增加真多。为了卖了的出油条，以订房率来看，台南市是全台第一，苗栗订房率约在后面。正月初2、初3拢超过8成，东台湾观光热点的花莲订房也拢满到7成以上。因应春节大会，业者除了继续找人补充人力，也调度主管、行政人员，拢总爱进第一线。各部门也需要做这个机动性的支援啊。你行政同仁早上没事，那请你到餐厅帮忙收盘子，收完盘子，请你上去拆床，请你上去收垃圾。主管、老板，大家都跳下去做。有业者也表示，因为人力真严，今年春节民众大爱手续可能比以前要等搁较久的时间。有业者已经准备好礼宾奉献，礼宾上等的时阵，有休困区或者是小点心用来吃。人力银行分析，这一波欠工潮，为去年10月了后就出现。上新的统计显示，国内36.4%的公司出现人力无正常紧张的状态。其中95%拢是餐饮大小加休闲旅游业，仍然持续是找不到人。主要的分析原因还是因为，毕竟过去2-3年呢，这个饭店业、餐饮业受到疫情的冲击影响，很多人其实已经遭到裁员或失望的这个离开。原来这样的一个行业还没有这个在最近的重返哦，那加上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其实对于这个饭店业这个高压还有高工时的一个工作环境是比较却步的。因应陆续大欠工，劳动部为去年开始甲交通部观光局合作，启动专案协作，针对54间陆续业者提出1070个执法，按过目前维合成功是274人。对劳动部呼吁业者提悬薪水，业者反映即马是开搁较悬的薪水也找无人，希望政府应开放将努力密度悬的头路稳准进行外籍移工。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最近修特殊教育法，准备要送立法院审议。其中特殊教育评鉴到底是应该爱保留，还是台独，是有真侪讨论。有特教团体是认为讲，评鉴就亲像是一种健康检查，应该爱保留。也毋过有教师团体是表示讲，逐当拢有在做评鉴，也毋过问题共款拢无解决。评鉴的制度只是对学校、各有老师造成困扰尔。那我回到了原班以后。我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因为进度也进了很多了。他不是像客人哦，他像隐形人。讲起新心上的学生伫学校可能拄到的情形，家长希望校园的环境会当对特教生更较友善。对于最近教育部修特殊教育法，外界讨论特殊教育评鉴是毋是保留，家长原来有话要讲。他有一个非常重要，他的课程安排到底适不适合？那孩子回到普通班的时候，普通班的老师知不知道怎么照顾这个孩子？提出一些建议以后，我们可以让师生共好。特教团体认为，特教评鉴都亲像健康检查。伫无更较正确、阁有强势的方式产生前，唔免废除。但是毋是会当用校务评鉴来代替？这都要考虑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已经停办校务评鉴，所以若是要妥善执行，会有困难。啊，毋过教育团体是烦恼，特教评鉴对教学的现场帮助无大，也有可能造成教学的困扰。如果特教评鉴真的可以解决这些现场的问题，那为什么现场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很多东西它就变成一个文书的一个堆叠，倒不如把这些时间放在真的对学生的一个个别的一个指导，学生的一个特别个别的一个需求的部分去关照，这些都是可以去讨论的。从国际人权公益立场，其实评鉴是需要的。教师团体主张不要特教评鉴，只是说希望从学校评鉴的整体立场来看。而不是单独只做特教评鉴。教育部指出，两个团体立场并无冲突，关键是伫特教评鉴的内涵。即卖规范，无论是单独办还是纳入校务评鉴，拢是至少4年一届。未来修法会根据评鉴结果，互因鼓励还是必要的协助，避免为了评鉴来评鉴。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去年的年底，高雄市凤雄国中有老师在做导护指挥交通的时，伫路面互车弄到，伤甲真严重。代志发生东华路，家属是认为高雄市的教育局甲学校互相杀责任。今仔教师团体嘛呼吁讲，导护指挥交通毋是老师的专业，应该甲路口交予专业人士。师生回归校园，路口交给专业。2021年发生伫高雄市凤雄国中的导护意外，致使互人弄到的牛老师终身失灵，引起社会对学校老师无应该出来指挥交通的讨论。全教总联合5个教师工会表示，代志发生到大，政府应变的速度伤过慢。那陈其迈市长也答应我们工会呢，不强迫老师再去校外站导护。整个问题应该是全国性的哈，应该教育部还是应该站出来来把这个问题去做一个厘清。老师是基于爱心去站导护，但是这个爱心却让老师背负了很多的压力，比如说他的生命安全，还有后续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要背负刑事跟民事的责任。针对学校导护工作，全教总讲，交通甲教育方面都应该爱应变。除了路口设备科技执法以外，嘛应该爱备办课程，互职工受训。那如果义交的人力还没有办法，那是不是训练一些有专业能力的一个志工？这些专业能力的一个志工，他可能来自于各方面的一个人力来做这方面的一个人力的一个处理。教育部回应已经有提出导护职工运作方式参考范本，予地方单位，邀请警政署协助支援一寡学校的导护工作。目前已经处理10外的路口，会继续改善，维护老师甲学生的安全。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王小姐长期以来身体有真侪所在拢会痛，皮肤照着日头都会闭开，也是生水珠，医生嘛拢找无原因哦。王小姐真痛苦，瘦30公斤，发病11档，最近才诊断出讲是真罕见的急性脂质症。医师是表示讲，这种病哦，大概是30万人才有1人会得到，嘛无法度医较好。王小姐今年58岁，体重为原本的70公斤，瘦到剩40公斤，而且双手拢萎缩，就连 OK 嘛比袂出来。讲到发病过程，伊讲原本是不明的腹肚痛，不过了后转做是真侪所在拢痛痛。在1年来找遍各大病院拢查袂出病因，甚至还被转诊到精神科。尤其皮肤伫晒日头了后，就会闭起爆出水珠，互伊身心是非常艰苦。出社会工作我都是上夜班，我白天不出门的。为什么？因为，皮肤会痛，医生已经被我弄得已经快要疯了。整个医院的医生啊，就有看过我的医生都快疯掉了。王小姐除了皮肤对着光线真敏感，由于嘛天现深地色，经过台中荣总诊断，发现是罹患着急性的脂质症。为发病到较近，整整开了在1年，嘛真容易被误诊。医师指出，脂质症的盛行率只有大约30万分之一。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到去年7月为止，全台只有127个患者。而患者是因为自体血脂质合成过程的酵素功能异常，使得脂质无法度代谢，在体内累积过量而发病。正常的话，因为我们的有酵素，可以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脂质升合成我们的血基质，那这血基质是有功能的，因为它是基因变异性的疾病所以至于来讲，我们除非改造它的基因，它有办法正常的合成酵素。医师指出，由于是基因性的疾病，发病的患者只会透过注射血基质来缓解发病的症状，而要来预防发病，会使利用核糖核酸干扰技术所制成的药物，每个月透过配合注射，搭配着正常的生活作息来减少发病的风险。记者台中综合报道。肺癌是咱台湾癌症死因的头一名。国民健康署对去年的7月份开始提供有食薰的人，阁有肺癌家族史的人2档1排的肺癌体检。伫这段时间，咱全国有2万多人接受体检，就发现讲有160个人有得到肺癌，所以早期体检得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用无用就食一支薰。台湾18岁以上有超过100多个人有咧食薰，
食粉的人并无食粉的人得到肺癌的风险是9倍以上。国健署针对重度食粉的人，甲有肺癌家族史的人，提供2年1摆的 LDCT 肺癌体检。为去年7月开始到12月底，全国有2万多人接受体检，已经找出160个确诊个案。也是国际上第一个把肺癌的家族史纳到我们筛检的一个对象。如果 CT 的确对肺癌筛检可以早期诊断，还有降低这个肺癌的死亡率。国健署表示，肺癌是台湾癌症死因当中排头名的，主要因为早期肺癌无明显的症头，等到明显症头出现，多数拢已经是尾期。去年肺癌体检的160个确诊个案，8成以上拢是0期到1期。根据调查，早期肺癌5年存活率会使超过9成。癌症的10大死因，那发生率是第2位，那么它整个期北的5年存活率的落差非常的大，3、4期的病人呢占了将近6、7成，所以晚期发现，所以整个存活率跟生活品质跟治疗健保的耗费都相当的耗费非常的大。国健署表示，肺癌体检无侵入性，只要5分钟就会使完成，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到全国142间合作病院体检。另外，国健署的网站也指出 ，LDCT 可能的风险包括贵阳性比率高。吴兆军表示，有参医界参详诊断加追踪的方式，避免相关状况发生。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来看华人的亚洲协会去年底接到通报，讲有一只真罕见的东方白鹤，规身躯软哥哥趴伫水池的边仔，经过救援团队的抢救甲照顾，最近已经甲伊野放了。拍开笼仔120公分悬的东方白鹳慢慢行出笼仔，成功飞起来恢复自由，互救援单位至今真欢喜。因为这只乌白色的蛇鸟是互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全世界只存6300只。医生的判断是可能是失温，因为看起来不像说肉毒杆菌，然后是禽流感菌的现象。然后经过第3天吃，OK 的话也放，结果放出去不错，它马上就飞走了这样子。另外，吉安乡赤尻川溪出海口，有媒体报道，全球只剩500只豪华鱼来到啊，飞超过8000公里伫花莲出现，也惊人伫河边耍水，请不少人来翕。刚到火车刚到啊。这种鸟类是不是在台湾是没有过去没有过？没有的，因为它是夏威夷的鸟，它不会迁徙的。不过，附近的民俗是发文澄清，这只鸭是因饲的绿头鸭最近走出去，搁一摆出现，竟然真做新闻主角。昨天晚上就看到，就是有新闻说，发现了那个稀有的品种，等下就发现那不是就我们家的鸭子吗？这样子，因为它就是长得很特别啊，它的眼睛2边都有白白的一圈这样。野鸟协会是认为，来到鸭体型较细，这只鸭虽然有白色的目壳，不过体型较大，应该是一般母的绿头鸭。民俗业者提供相片比对，呼吁唔通改惊着，也希望伊赶紧回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一间卖披萨的店推出一份代表10万块的披萨，材料是有用到松露加金箔啊，也毋过卖遮尔贵哦。其实店家是为着要做公益，会甲一半的钱用消费者的名捐予囡仔病院来做善事。披萨饼皮铺伫个桌顶，装泡师手动作真紧，一直伫饼皮顶悬铺料。这间特色披萨店主打健康价值中，饼皮用料无够脆，佮增加菜色用量。但披萨烘出来，佮也起司粉，加一寡菜色，小小的披萨马上送到人客面头前，清爽的味，互顾客是俄罗加特志。I mean, the fact that you managed to get all these flavors packed onto this pizza and you're not ingesting a ton of calories is absolutely amazing. It's really thin crust and it's served with microgreens. So you take your pizza, you roll your microgreens in it, and you take a bite. So it's like a little burrito. 最近这间披萨店佮推出限定的特色披萨，用上高级的松露甲金箔来做披薩。卖$3500，核心台票18000块，这一喙员工是几啊千块，这么贵是因为要做公益。Number one, truffles only come 3 times a year, and our pizza has 2 ounces of Alba white truffles along with gold flakes. And not only does it taste unbelievable, but it also helps others because $2,000 of the purchase of that pizza goes to Children's Hospital Los Angeles in your name.
全餐厅望起民众食美食，也兼顾做善事。不过原本一份披萨用料无同，只卖8到12块美金，即马爱开将近300多杯计销，都要看民众是不是愿意买咯。公司新闻陈时东朋友。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